我希望可以一路踩到我踩唔到為止咯。同埋，如果你話我目標嘅話，我依家嘅目標其實係去到奧運咯。19歲嘅吳寶利，中三嘅暑假先開始接觸長距離單車運動。2023年，佢正式簽約成為全職單車運動員。其實一開始都係有啲 struggle 嘅，一開始係，因為中三我啱啱可以接觸單車冇耐之後咧，有時啊，即係嗰陣時要揀科啦，然後嗰陣時我又有翻 part time 去到後尾就都有 struggle 過，就係究竟我要唔要真係踩單車咧，定係我乖乖地讀書咧，咁樣可能會穩陣啲咁。然後最後係覺得，既然開始咗，我就唔想咁容易喺呢度停低，即係我覺得開始咗就要盡力做好呢件事咁樣咯，所以嗰陣時就決定係投入多啲時間去單車嗰方面咁樣咯。成為咗全職單車運動員之後，吳寶利佢冇咗以前嘅浮躁同隨性，反而係多咗一份專注同自律。一開始就係懶懶散散啊，態度差啲啊，但係當佢真係出咗去比賽啦，轉咗做全職運動員咧，其實係個態度係好好嘅，好積極嘅。無論係練車又好，同埋喺讀書學習各方面都好好咯。成為咗全職運動員啦，接觸個單車之後，就會有一個更加明確嘅方向，有一個好大嘅目標，可以俾到好大嘅動力俾我自己，每日去努力，每日去進步，每日去嘗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咯。回望人生路上嘅交叉點，吳寶利想同當時嘅自己講：條路自己揀，仆街唔好行。好多嘢都要自己去面對，好多嘢都要有一個取捨。最緊要係唔好後悔，因為